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读来到出埃及记第8章，刚出埃及啊，后袂已经第8讲啊，还袂出埃及啊，但是放心，搁过后礼拜要讲的就是出埃及记啊，所以暂时到遮。但是今仔日讲到的所在是拄好伫10个灾害中间。若是第8章，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拄好差不多是第5灾害，所以差不多是一半尔。第三个灾害合一半就还袂。伫即个中间，咱要重新来思考10个灾害，无要一个一个拢总去分别去讲，总是伫遮咱要来思想几项代志。第一个就是。当摩西伫即个中间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，咱伫即个读圣经的过程，常常会读到一句话，叫做“耶和华硬发热的心”。有读到即句无？耶和华硬发热的心，意思就是发热是安怎心内遮硬，是安怎无要放以色列百姓出去。若是用咱圣经所读的，伊拢是讲是上帝予伊的心硬。即句足趣味的哦，伊毋是讲发热家己心硬，伊拢讲上帝予伊的心硬。然后咱伫迄个中间，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内底，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要创啥物？要创啥物？敢有人通拄啊读的是有注意着？假使你若有注意到，伫25节到第27节的中间，即个中间法老甲摩西、亚伦来，甲伊叫来，讲即个雨神的即个灾害伫遮，你来我甲你讲，你会当祭祀啦，你去拜你的耶和华上帝但是你茫想，你住遮就好，你住埃及就好。结果摩西安怎甲回答呢？摩西甲回答讲但是我若伫埃及来拜耶和华上帝，这毋好呢？安怎毋好？因为阮用的方式阮祭祀耶和华上帝的方式埃及人无欢喜啦。即句话足特别的阮祭祀的方式，埃及人无欢喜。圣经所写，伊是讲。因为阮要用埃及人所仰慕的物祭祀耶和华，我们要用埃及人讨厌的方式来敬拜上帝。伊讲的是啥？为什么要用埃及人讨厌的方式？埃及人喜欢的方式是什么？埃及人所欢喜的方式，甲以色列百姓要敬拜上帝所欢喜的方式，拄好完全无共。基本上。敢若伫献祭的精神，用牛、用羊、用井，用这要献祭，这都有问题啊！袂使用牛献祭。伫埃及袂使用牛献祭，因为对伫埃及人，牛是啥物？是因的神。你袂使摕因的神来献祭，所以对因来讲，迄是大逆不道。爱听有即句意思圣经内底所写的是，阮要用埃及人所仰慕的方式来献祭阮的上帝。敢若迄只牛献祭迄只牛，就袂使啊，因为牛嘛是埃及人的其中的一个神，所以你要用迄只牛来献祭。所以埃及迄个摩西会甲伊讲，阮若安尼做，因检袂用石头钉阮吗？因专会用石头甲阮刻，因为阮家己的神可以拜。然后伊搁安怎讲？摩西讲，阮要去旷野，行3日的路站，祭祀阮的上帝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咱所读的经节，其实已经互咱看见，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要敬拜耶和华上帝，基本上对伫埃及人来讲，就是一个袂当接受的方式。所以，即个10个灾害伫遮发生的是真趣味啊！10个灾害代表的是啥物？咱来看卖即10个灾害，第一个是啥物？
水变血，其实就是尼罗河内底的水变红变血。啊，第二个咧，青蛙，第二个是青蛙。啊，第二个青蛙，青蛙嘛是埃及人的一个神明哦。即个青蛙嘛是埃及人的一个神明哦。啊，第三个咧，若是有诶圣经伊写狮啊，狮子，啊，迄个狮子伫即个所在真特别哦。伫希伯来文的圣经，伫即个所在所用的字眼，真侪个字，敢若伫即个所在出现。所以我即个是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，所以伊是写蠓仔，第三个是蠓仔，啊，第四个是苍蝇。但是有诶圣经伊写的翻译是狮子，啊，到底是啥物货？我甲你讲，无人知影。事实上无人知影，因为咱的圣经考古学的研究一直到今仔日，对伊所用的字眼无法度100%确定。咱只不过是伫迄个中间加减摇看卖，应该是这。所以咱无法度对字眼来确定讲圣经内底所写到底是啥物货。所以伊讲的狮子，有可能是一种的蠓虫，也是亲像咱去热天去阿拉斯加，伫迄个所在会有足侪蠓仔、足侪虫、足侪蠓仔，大概是亲像迄种。然后第四种是河神，但是即个河神敢是咱进生活顶悬看到的河神？可能毋是，伊可能是较大只的、较大只的河神。啊，第五个瘟疫，即个瘟疫是互啥物人的？精星。即个瘟疫是精星，对着精星，所以精星遐个动物会生病，伊有真可能有足亲像现在咱所知影的，伫中国有啥物货？非洲猪瘟的迄款的意思，也是亲像20年前台湾所发生的虎蹄疫，啊嘛有可能亲像伫美国前一站有一个。黄牛症，类似亲像迄种的，所以伊有即个瘟疫。即个瘟疫是互动物的。啊，第六个咧，第六个是疮，疮啊，生疮啊，即个疮是啥物人生疮？是人，是人的身体皮肤长疮。啊，第七个雹灾。下冰雹，下冰会互啥物货来损失？农作物，嘛有可能互你的车，嘛有可能互你的厝，嘛有可能互你的精生，你的牲畜伫迄个中间结一个死去。然后第八个是啥物？蝗虫，蝗灾。啊，即个蝗灾是啥物货会损伤？农作物，这个是农作物。啊，第九个咧，第九个就是全无一头，规个拢总无一头。啊，第十个咧，第十个我所在写袂落，我写最后之灾。其实咱知影最后一个灾害是啥物？死啥物人？大囝对无？啊，迄个大囝包括是精生。头生的，啊是安那会死精生的头生的？迄个牲畜的第一只是安那会死去？迄有啥物意义？精生的头一只通常拢是献祭，因为伫过去的观念，迄叫做上好的。来，咱伫即个所在来比较看卖，这10个灾害，有几个灾害是天然的灾害、环境的灾害？第一个敢是？是吼，第一个是吼，迄个水变做火，所以你变做无水通啉，啊，然后迄个水会臭，嘛是圣经内底所讲的，就是迄个水会臭，会有血腥味，会臭。第一个吼，伊是属于迄个环境顶悬的灾害。啊，第二个咧，
第二个敢是？应该嘛是嘛吼。第二个吼，足侪青蛙出来吼，这是迄落，若用现在话讲起来，就亲像食物链断掉了。啊，若是这吼，蛇应该上欢喜，足侪青蛙。你若足侪青蛙的结果就是，你有可能蛇会大量繁殖，因为它们的食物非常多，所以伫即个中间足侪青蛙，这嘛是环境顶悬的灾害。啊，第三个咧，敢是环境的灾害？是吼，蚊啊！啊，我会记阮伫16年，我住伫高雄，阮伫16年要来加拿大进前，迄阵的迄个暑假，阮8月来遮，7月时，阮本来习惯拢会去公园跑步，但是阮大概伫14年、15年、16年的时，开始有一个物件足困扰的。你若要去运动，还是去公园的时，拢有迄款足细只，亲像蚊仔的。叫啥物？乌龟，国语叫做小黑蚊。迄小黑蚊吼，要拍袂着，足细只，佮飞足紧。顶咧到地吼，规礼拜才会好。所以迄款的感觉吼，真无好。你看迄个所在山真好真水，但是去到内底，顶咧到地，迄骹拢亲像生红豆仔冰。迄囡仔吼，顶咧到地拢爱一礼拜才会好。所以我想，这嘛是一种环境顶悬的破坏所造成的一种结果。第四个咧，第四个敢是环境的？第四个敢是？是，伊嘛是环境的，伊嘛是环境顶悬的破坏。搁有咧，搁有对一个是环境的，所以头前3个、4个拢是，搁有一个是对一个是环境的。这个敢是？冰雹嘛是吼，即个冰吼，即个是冰雹吼，即个嘛是。蝗灾咧，这嘛是嘛吼，环境。第9咧，即个嘛是，即个全规个变天，全无一光。差不多讲的遐个有是环境顶悬，但是即内底嘛有一寡是。人身躯的伤害，对一个是身躯的伤害。这个敢是？毋是哦，这个是，这是动物咯。这个敢是？是，这个就是互你的身躯破病、长疮。所以环境的灾害了后。过后有啥物？后你切身呢？所以你若转去到圣经内底咧看，法老对一开始遮个灾害，其实他不以为意。伊感觉袂要紧，环境在变，甲我无关系。若是外口水在吵，就莫闻就好啊。若青蛙伤过济，就安怎？我赶出去。但是趣味的是，遮个青蛙泛滥到一个程度，伊济到一个程度，互人真讨厌。但是青蛙、水鸡，迄是埃及人的神，所以伊互你感觉讲，原来阮本来真意爱敬拜的迄个神，到尾变啥？灾害，到尾变灾害。所以会出现第6个，即个是互你的皮肤直接就疼，遮个灾害，甲遮个人有直接的关系。因为你会疼。若是身躯的即个身躯的灾害有一个，其他的阁有一类的是财产的损失的。咱来看卖哦，即内底有甚物款的灾害会致到你的财产的损失？当初时的财产大概是啥？农作物是财产嘛，动物是财产嘛，厝体是财产嘛，土地是财产嘛。咱来看卖有几项会互你遇到损害？第一排有啥物？冰雹伫遮。第7个，冰雹，因为讲落来，你的农作物、你的土地，拢会遇到损伤，会歹去，这会歹去，建筑物会歹去，这个是。然后敢阁有蝗虫会将你的农作物食了，阁有无？
瘟疫吼，因为即个瘟疫是动物的，吼，咱台湾伫20年前迄个口蹄疫发生的时，吼，进中国大概嘛是即种的情形。伊只要发现讲即个饲猪场有一个口蹄疫是破病抓出来吗？毋是，是规个总台。所以无论你已经开偌济饲料钱，你已经开偌济心血伫遐个精神，因还袂病，已经破病，因拢袂使阁病。所以直接造成财产典权的损失。所以伫遮咱会当看到遮个瘟疫、豪灾吼，甲蝗虫，这拢总是，这是财产典权的损失。所以你身躯会痛，然后阁互你对你所有的物件转落去，心阁愈痛。阁有一个什么话？阁有一个较特别的是啥物？一个黑暗之灾，这嘛是差不多咱讲到，这是环境典权。但是咱敢会记住，埃及人伊拜啥物神啊？有一个足大的叫做啥物啊？太阳神。所以第二个灾害是青蛙，你青蛙嘛是你的神，结果你坐甲互你会惊，然后你拜太阳神，伊全看袂到你的日头。所以我想伫迄个中间，即、个10个灾害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灾害而已。其实伊是对埃及人因所有的伫迄个中间非常刺插因的观念、因的想法、甲因的习惯。所以即个灾害内底所代表的，就是伊要互遮个埃及人知影，恁所爱的、恁所有的。恁所爽快的，遮个物件毋是掌握伫你的手里，是掌握伫摩西所讲出来迄个耶和华上帝所有的观念内底。所以，伫咱今仔日所读的31节，有一句话：当法老甲摩西已经讲好，要互伊出去外口敬拜时，31节伊才写讲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。互规定的河神离开法老甲伊的人神以及伊的百姓，无留一只。所以河神来是因为摩西讲，河神走是因为摩西开嘴。摩西开嘴，耶和华上帝就照着摩西所讲的，伫迄个中间成就灾害，或是互灾害离开。即、个10个灾害。刺插着埃及人因所有的想法甲观念，但是对着以色列百姓来讲，因是徛伫遐点点在看啥物？在看讲摩西啊，你讲的即个上帝真正遮厉害，真正遮牛嘛？是安怎？阮伫遐喊话400年，你拢无出现。当阮伫即个中间，摩西你出来。要带阮来出埃及的时，你甲阮讲，即、个耶和华上帝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、永远伫地的上帝的时，真侪人无相信。总是透过即10个灾害，互以色列百姓重新去认捌因列祖的上帝，因到认捌，因伫即个中间一直在学习。然后9个灾害过去，第10个灾害是啥物？偷生的拢总死，迄、个偷生的第一胎，偷生的第一胎包括精生，包括人。你只要伫你的门厅顶悬无挂香火的，拢总死。所以死的人包括啥物人？包括法老的囝。死的人包括无备办的人。死的人。包括伫伊精生内底，头前已经有一个瘟疫啊，死无了的精生内底，你上好的迄只，头生的迄只，上界有价值的迄只，准备会当卖迄只，伊就死去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互因看到的就是头生的对人来讲
是准备要继承财产，准备要继承家业，然后上帝出手，互你本来应该爱继承的，你无当继承，无法度照人的想法，将伊伫地面上的财产，将伊伫地面上的事业，将伊伫地面上所有一切福分，会当继续传达到伊本来想要传达的人的身上，全部都没有。10个灾害，伊其中所显明的是上帝的管理。10个灾害，亲像一支钢槌仔共款，一直咧讲着埃及人的心，讲着因的想法，讲着因的观念。10个灾害，互人看见亲像非常残忍，互人看见非常惊吓。假使今仔日伫即个10个灾害内底，你是以色列百姓，我想你袂惊。但是假使即个灾害，咱的角色是埃及人，咱就非常惊吓。所以我嘛要伫即个中间来问，你是埃及人还是以色列百姓？假使你若是以色列百姓，虽然你看到遮侪灾害，但是只要你有相信，尤其是第10个灾害，只要你相信，照着上帝所吩咐的，天使所讲的，将羊会抹伫门庭顶缘，你就要得到保存家己。但是假使你是埃及人，我想你就爱带咧等。是安怎会有10个灾害，一个敢无够？我想真趣味的是，即个连续10个灾害，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，是要伫迄个中间，互人看见上帝的恩典甲怜悯。哇，即句话讲得严重啊！是安怎10个灾害是要互人看见上帝的恩典甲怜悯？因为连续10个灾害。是要听候人伫迄个中间会当悔改。啥物会叫做悔改？敢会记住？无论我伫即个所在做牧师偌久，无论我的讲道你听会落听袂落，拜托请咱会记住一句话：悔改的意思是啥物？悔改的意思是啥物？转向。悔改的意思是转向，意思就是原来所行的迄种的方式，原来所行的迄条路，原来所行的迄种的方法已经袂通啊，一定爱改。所以迄叫做悔改。悔改的意思是啥物？悔改的现代意义就是改变。所以连续的灾难。是要听候人伫迄个中间会当改变。佮讲一摆，连续10个灾难是要听候人伫迄个中间改变。上帝用10个灾难，毋是要毁灭人，若要毁灭人较简单，哪阿的大水冲落，无神的总是。但是伫即个中间，咱已经毋是看起一种，因为上帝已经应允，伊用一个啥物物件做记号，讲伊会受气，无要搁互世间的人一摆得到遮大的灾难。伊用啥物话做记号？倾彩虹。所以迄个彩虹的意义就是，上帝就算讲有大受气，上帝就算讲互人来拄着灾难。但是，迄个灾难毋是要为着毁灭，迄个灾难是要听候人伫迄个中间会当改变。灾难的发生是要互人伫迄个中间会当知影爱改变，找到一条新的路，行甲原来无共款的方向，互人有改变，互人脱离现在的灾难。10个灾难，其中所代表的，
不只是要互以色列百姓甲埃及人拢看见上帝的权柄，因为摩西只要讲代志，就伫迄个中间食。总是伫迄个中间，嘛要互人看见上帝的怜悯甲慈爱，因为伊爱人改变，伊毋是要用毁灭，伊毋是要用毁灭来款待人，伊是要用遮个灾难，互人知影讲，你必须爱改变，你应该爱改变，为着你未来所要行，会当得到你的欢喜、平安甲幸福，你爱改变。出来记第9章，这是咱今仔日读到第8章的。出来记第9章第15节到16节，有一句话伊安尼写讲，我用中文的来读。现在，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就会从地上除灭了。我若真正要攻击你甲你的百姓，恁遮所有人拢袂阁存在啊。然而，我让你存活，是为了要使你看见我的大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。上帝伫这个中间，虽然有10个灾害来互埃及人拄着艰苦甲困难，但是伊是要互以色列百姓伫遐来中间来看见上帝的大能，搁要互伊的名传遍全地。所以上帝毋是真正要互人伫迄个中间完全来毁灭，上帝颠倒是要通过这个10个灾难，要互相信的人，有起调伫上帝的人，会当改换因原来的方向，行往另外一条，互人幸福快乐的道路。然后伫这个中间，这个灾难毋是要互人伫遐完全死、完全灭亡。是因为上帝伊已经有伊的应允，用轻用迄个彩虹来称做人类无要伫上帝受气内底来毁灭的记号。亲爱的兄弟，听到这个话，一方面咱来欢喜，因为上帝伊的应允，一摆应允，永远无变。伊讲伊听咱，就算伫咱做毋对，互伊伤心失望。甚至互主耶稣来定十字架，伊犹原听咱，因为伊的应允永远无改变。但是当咱伫生活，当咱伫服侍，当咱伫咱所行的路顶悬拄着困难，伊阁是连续的困难；拄着灾害，伊阁是连续的灾害时，咱的重新去思想，是毋是上帝伫即个中间？要启示咱，爱咱有所改变，是毋是上帝要伫即个通过灾难，要互人来看见，咱来改变，咱来换咱的方向，是毋是要通过这个灾难，搁一摆向咱来讲，虽然你有艰苦，但是我对你的应允永远无变，所以你才有法度存留甲10个灾害。伊拯救遐个相信的人，伊责罚遐个无相信的人。10个灾害拯救遐个相信的人，相信的人是啥物人？有照着上帝的教示，对着摩西来行的遐个以色列百姓。伊责罚着无相信的人，无相信的人是啥物人？是埃及人。因为伊无相信遐个灾害真正会临到伊的身上。亲爱的兄弟，当咱伫咱的信仰顶悬咧讲，上帝对咱的应允，咱咧期待，咱咧听候上帝救恩的时，请咱嘛爱会记一点：上帝应允已经存在，但是上帝救恩要实现，无遐简单。搁听一摆哦，上帝应允已经存在，应允已经互咱，但是上帝救恩要实现，无遐尔简单。第一个你爱相信，第二个你爱军队，第三个你爱付出代价。
伊毋是你坐伫迄个中间坐咧讲上帝啊，愿你的国临到，然后天国就会降临伫咱的中间。有真侪时，咱想要伸手领受上帝即份恩典，是咱大声爱改变，将咱的手合起来，愿意伸手，谦卑拍拜伫上帝面前讲：上帝啊，求你赏赐我。毋是用一个真骄傲、真悬的姿态，在向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甲你讲，你明仔载生就伫遮，土就伫遮，然后对天顶拼落来的美牛就伫阮兜。咱无论伫信仰还是生活，甚至是咱人生服侍过程的中间，咱要付出真侪的代价。这个代价也表明着上帝已经应允，但是要得到上帝的救恩，无遐尼简单。咱爱努力追求，爱伫迄个中间有所觉察。信仰是啥物货？信仰是人伫苦难中的稳定。信仰是啥物货？信仰是伫苦难中要坚定咱的心智，互咱继续会当往咱的上帝的应允的方向去行。信仰是啥物货？信仰是咱还伫当着苦难的进程，咱大声就会当备办好势。当咱拄着的时，要用啥物款的心来面对咱的苦难？信仰是啥物？信仰是当咱转众已经倒伫遐的时，犹原会当伫兄弟姊妹之间用圣神的交通，真做咱的开朗，互相请安，互相服侍，互相鼓励。互相写练，信仰是啥物？信仰是咱要伫苦难中间，犹原会当用欢喜接纳的态度来见证上帝的名，是照着伊所成就的，毋是照着咱所爱。信仰毋是为着过去得做，信仰。有时嘛，毋是只是为着现在，信仰是为着咱未来所要行的道路顶悬会拄着的环境，会拄着的情形，咱伫遐先备办好势。你的信仰到，你的信仰是求主赏赐吗？还是你的信仰是备办主同在领导？也是你的信仰，是伫咱所行的路站，会当有迄款的肯定，迄款的勇气，向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知，你绝对要甲我相共伫咧。无论是9岁还是90岁，你绝对要伫我人生还有开力赢、开力唱的时，你甲我相共同在。互我伫我的日子中间，拢无孤单。信仰是啥物？信仰是备办咱的心来了解上帝。彼得后书3章90，我要用这句来做结论。虽然咱伫即个中间，咱看见10个灾害，即10个灾害看到，互人心惊。但是啊，我相信咱真侪人伫即个中间也无奇怪，因为10个灾害内底，其实已经有几若个出现伫咱的生活、日常生活顶悬。你要相信？你要相信，这10个灾害其实伫咱生活顶悬拢已经产生过啊。10个灾害有啥物？水变做火。我对高雄来，我住南仔坑。南仔坑遐有一条河叫做南子仙溪，还有一条溪叫做后进溪。这两条溪其实最后是流做伙，但是伫过去拢是工业的污染。高雄若是20年前、30年前，
有一条河足臭的，伫高雄市区流过。若住高雄的一定知影，伊迄个后壁，阁有迄、落，迄叫啥物？迄、落，我无法度伫港台顶悬用较好的话来形容我所要讲的物件，有妓女妇啦，爱河的后壁，有足侪妓女妇。啊，迄种的爱河，听讲人若要去跳河的，敢若看到河就无勇气人跳，因为受臭。其实这已经伫咱的生活顶悬发生。蛙灾、蚊灾、蝇灾，敢有发生过？发生嘛真济。瘟疫，动物的瘟疫，口蹄疫、非洲猪瘟、黄牛症，敢捌发生过？捌。苍灾，有真济人，若是用现在话来讲，有真济绝症。过去的癌症，真无一定是绝症，但是伫今仔日还阁有无共款人所无法度控制的病痛，伫迄个中间，互人伫遐咧受苦。无论是癌症，无论是艾滋病，甚至真阁有阁较强的伊波拉病毒，含真侪人含迄是啥货拢毋知就死去啊。志娟有一个姑丈伫新加坡咧做牧师，伊去替人，这是15年前，伊去替人祈祷一个空姐破病，亲像感冒，伊去替人祈祷，隔日伊就发烧。15年前，台湾有发生啥物病？SARS。我毋知影你敢会记起？当台湾发生 SARS 的时，迄阵咱毋知影 SARS 是啥，敢若知影人着病，一个一个无药人医就死。所以伊迄个姑丈去替一个空姐祈祷，坐飞机的空姐祈祷。迄个空姐因兜后来死5个。包括迄个牧师，但是空姐无死。上界残忍的，就是一开始着病，迄个无死，然后伊四周围的伊厝邻的人，包括来替伊祈祷的牧师，拢总死无个。总是迄个空姐因为SARS，所以伊的肺纤维化，伊无法度跑步，伊的肺已经纤维化。咱有咱生活顶悬已经有真侪物件，互咱知影，咱所拄着桃灾、蝗灾、黑暗之灾。咱看到敢若北美就好，免讲伤远。咱会当看到东华遐个零下30度，咱会当看到澳洲正30度，咱会当看到热天的时，咱美西省这边规个火烧山。去年暑假，我本来足欢喜，爬包歹的，我想要来爬山，我按算10日才要转来。入山3天尔，我就紧走出来，因为火烧山。亲爱的兄弟，咱有真侪物件已经在发生。第10个灾是啥物？第10个灾是你原本要将你伫地面上所有的产业。你想要安怎安排？你想要安怎处理？但是上帝伫迄个中间，亲无祝福伫即个所在。10个灾伫咱生活顶悬已经在发生，但是虽然有遮个灾害在发生，总是上帝伫即个中间，毋是爱人伫遐来死亡，总是伊无愿意有任何一个人沉沦。总是愿意每一个人悔改。假使伫咱的生活，伫咱的信仰路上，伫咱的服侍，也是伫咱的教会，咱需要重新停落来想一下，咱正所行、咱正所做的决定，敢有需要改变？世界的改变，教会敢有改变？环境在改变，人敢有改变？今仔日咱要安怎会当继续伫现代的社会，维持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，维持咱甲人之间好的关系？
迄款的环境，毋是咱的借口，总是伫人伫环境无好的中间，犹原会当看见上帝疼甲怜悯、平安，相处伫咱人甲人之间。愿咱伫即个中间，虽然咱还未读到出埃及记的路尾，但是愿上帝通过咱今仔日听伫出埃及记第8章讲到即10个灾害，互咱就已经学会晓，咱需要改变的所在。今仔日只要有改变，灾害袂继续。今仔日人只要有改变，咱就有新的路。今仔日以色列百姓若会当较早学会晓即种顺探的功课，毋通埋怨，毋免伫旷野行40年。今仔日以色列百姓若较早学会晓，独耶和华上帝是咱所愿意军队的上帝，伫旷野就是要独来敬拜伊的时，遮个人免伫旷野开会40年。40年。拄好互出埃及遐个埋怨的一代，拢总过去，敢若留两个人，对两个，约书亚甲以利，毋是因为约书亚甲以利身体较好，是因为约书亚甲以利，因对头到尾，因的心拢伫上帝。亲爱的兄弟，愿咱伫即个中间，重新学会晓信用顶悬的功课。愿咱伫即个中间，掠耶和华做上帝，掠耶和华做大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向阮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摆咧阮的困求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知影要伫对啥物所在。来悔改，互阮知影，阮着爱伫啥物所在来转向前的方向。阮恳求你，伫阮所徛在的环境中间，阮看见你的恩典、赦免、拯救，甲应允不断发生伫阮的心内。阮恳求你，互阮看见你的阳光，知影要军队你。主求你，互阮伫即个所在，甲阮的兄弟，搁一摆为着阮家己来恳求，为着阮的教会来恳求，为着阮的家庭来恳求，为着阮通伫众人的中间，同心合意，来耶愿主你的名来恳求。互阮的教会毋是用人做起头的教会，互阮的教会是用上帝做阮的头的教会。愿阮伫即个中间，阮学习通过教会中间每一种的活动、服侍，互阮伫人甲人的中间，伫圣神的交通的中间。来看见你建立阮的信仰，互阮伫即个中间尊主最大。愿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